求你擦看我，指引我，考验我的肺腑心肠。主，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主，求你赦免我，看顾我，因为我的罪极重大。主，求你保护我，搭救我，因为我永远投靠你。主，恳求你引导我，教训我，你是拯救我的神。主，恳求你医治我，保守我，我终日等候仰望你。从头，主，求你领看我，指引我，操练我的肺腑心肠。主，求你转向我，别去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求你赦免我，看顾我，因为我的罪极重大。主，求你保护我，搭救我，因为我永远投靠你。主，恳求你引导我，教训我，你是拯救我的神。主，恳求你医治我，保护我，我终日等候仰望你。主，引导我，主，恳求你引导我，教训我，你是拯救我的神。主，恳求你医治我，保护我，我终日等候仰望你。这位的主，我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呼召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活在主你的爱里面。求你帮助我们查看我们的生命，时常试验我们，帮助我们熬炼我们的心肠肺腑，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不足与软弱，更需要来转向神。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虽然是在孤单困苦里面，但我们不害怕。我们晓得你赦免我们的罪，看顾我们的生命，是要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罪就算极大，就算再怎么软弱不足，你依然要保护搭救我们的生命。求主你怜悯我们，带领我们的生命能够时时刻刻专注仰望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你的话语里面重新得到生命的盼望与喜乐。谢谢主，让我们以下时间再次仰望主，愿神圣灵带领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门。好，大家平安哈。来，咱今日手边有资料哈，好，咱今日继续来看，我们要一起继续来看代祷勇士的挑选的过程哈。我们其实这个过程不单单只是代祷勇士啦，也觉得是一个每一个服侍神的人，但我们特别在代祷勇士的这个身份跟生命的特质里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要求。我们之前讲到说，我们要做个勇士，从一个实际的角色了解我们的身份跟任务，但是我们更要了解我们的
命生命哈，第一个我们的条件是要灵命成熟，还要品德端正，可以是有空格吗？好，灵命成熟，品德端正，好，再到需要有稳定的这个灵修生活，必须要能够学习熟悉圣经，好，对祷告充满热情，好，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4章1到5节，4章1到5节有关使徒的工作。这个使徒的工作就是带有一个使命的门徒应该要有的工作是什么？哥林多前书4章1到5节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上帝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主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意念。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好，这里特别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有关一个叫忠心的代祷勇士，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就是要忠心啊。好，他必须要忠于代祷的这个工作，他是为别人代祷代求。咱知影代祷吼，你是你的身份甲迄个生命，迄个代祷的角色，这个工作是足重要。这个工作你要足用心去了解吼。所以对哥林多前书4章，他特别是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教导，他特别讲到一个他自己和其他的使徒，如果遇到被人论断的问题，咱要怎样好？咱要为人祈祷吼。咱通常会安怎看咱应该？咱会先给你检视你这个人，有无？你要为我祈祷，我看你这个人吼，言言孤寂吼，咱就最甲你先拍分数啊，了解吧？所以人与人之间，你会发现哦，我们愿意带着祝福来为这个人代祷哦，但是人就会怎么看我们都不太一样哦。所以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有特别针对哥林多教会的教导，针对他自己。他在祝福这些人，为他们祷告也好，但实际上有很多人都在论断他，所以他特别强调自己是为基督奥秘式的管家了。所以你要怎样啊？有最基督徒，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想要担起这个代祷勇士的责任？为什么？因为都看到这些人反正你看不起我，何必再祝福你这个人？我们就不想要特别为这种人祷告。可是你要记得我们要为别人祷告、服侍人也好，做什么神的工作也好，其实我们记得，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做一个基督的执事，好，不是干那教会的长子较需要，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了解，咱来做一个好的关系，好，所以保罗他特别强调他自己作为基督奥秘式的管家，他们的任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忠实的执行上帝所托付的事情。这个是基督奥秘的管家，好，所以呢，我们不必去害怕，也不必去害怕说，我好像是要讨好别人。那你为人祈祷，你感觉你敢会感觉讲，这个人吼，伊特别有什么身份，你会特别想要为伊祈祷，对不对？有人会安尼袂？会哦，会想要甲伊接触哦，特别为伊祈祷哦，特别吼，咱哪看到迄种微不足道的人，大部分基督徒拢安尼，拢避而远之吼，然后也不会想说要特别怎么样去关照人家。我发现好像基督徒都蛮常有这种习惯，我就去感受着讲，如果咱是一个主咧疼惜人，创造咱、拣选咱，互咱成做一个，无论是教会内面的关系，还是咱的家庭的关系，咱都爱做一个要忠实于神，怎么把上帝的奥秘，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很多侍奉工作上面，我们都要做好一个做管家的责任，那这样才叫做忠心。所
所以我觉得一个忠心的基督徒，不是只有在教会把你的事工做好了，你还必须要在你与人的关系，在你侍奉的关系，在很多职场上的关系，我们都必须要做好这个管家的身份。好，所以拍谁？你头有问题？我记一个啦。嘿。我一摆讲何师姐吼，何师姐是。蒙面人吼，招我去要为着一个英文老师我弟兄哦，一直默契的。一摆我是干那担当哦，伊这个伊姓杜的老师哦，伊要求我讲叫我，伊干咪见何师姐见一改面的，讲叫我招伊去哦。去的时哦。我要甲祈祷，伊莫互我祈祷哦。伊讲要指定何师姐祈祷伊嘛知我一个长老，伊嘛知伊你敢知？伊我毋知恁讲我互伊外表看咧，到底是啥物印象？啥物看咧？无互长老祈祷，要互何师姐祈祷。对。你敢知？伊要死的去祈祷送去安宁病房的时候，指定我爱去遐看。指定这是啥物情形啊？啥物情形？来，大家讨论看卖。其实迄段时间我有了解啦，我知影我有拄着，咱拢有熟悉这个老师。之前我遐看，伊个信息我看毋到，叫新加坡我无去遐看，所以哦，伊要叫我去遐看，意思就是讲要拜托我咧想呀，拜托咱教会甲做一个迄个告别式，我就比较。有可能，嘿啦。但是我迄阵我拄啊车祸，对，你拄啊车祸，无要去啦吼。安尼，你看，伊要死的时，叫我。甲因厝人就交代啊，我拄仔叫迄个毛弟兄去遐看者。我要去伊大个所在去祈祷，伊毋爱我祈祷，要叫辅助这个祈祷。这看这什么情形，我搞不清楚了，这。好啦，这个问题吼，其实咱私底下咱可以来讨论吼。但是我感觉这是蛮值得讨论，就是说，其实也有可能有很多层面是人会觉得说，为了希望教会能够帮助他。另外一个层面，当然也有一开始他可能觉得，可能感觉祈祷较无分量的感觉款。嘛是，可能我无啥物气质。对。气质无够。所以哈，我意思讲，其实我们今天看的这段圣经节哈，保罗他其实教导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所以我们要记得，人家都当我们是长老或执事了哈。那为上帝奥秘式的管家，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去探讨。我们是一个为上帝奥秘事情的管家，咱无咧管这内在啦，咱拢管世间上的教会内底内部的事务啊。但是咱对上帝奥秘的代志，咱较少咧甲信徒去做管理甲传教。所以我感觉讲这是咱爱去了解啦吼。无要紧，我感觉这咱做伙学习吼。咱为着莫耽误，我今日有一寡资料吼，咱继续先甲讲好。所以咱快点，直接讲到基督的执事，基督的执事代表的是代祷勇士是什么？你们觉得你要做一个长老或执事，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呼召？是不是？现在就是你那看基督执事，你这些基督的执事。这里基督的执事已经解经了，只要根据哥林多前书3章5节，是，就前面那个3章5节，哥林多后书3章6节，是，所以他的执事不是指本身基督，他只有保罗他们是基督的执事。是。你从哥林多前书3章5节跟哥林多后书3章6节就知道，这不是指我们，这是指他保罗他们，他跟亚波罗这些，你看前面3章5节就有讲了，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领导相信。是。所以这执事不是指我们，耶稣是旧约的执事，以色列人的执事是耶稣，那保罗就是新约这个福音的执事，是基督执事。我们不是的，我们并不是这个执事，因为我们也不懂上帝奥秘事，更何况是管教，我们不懂，然后我们也不知道。那针对我们现在的教会来说，这些执事也好，长老也好，或者是信徒也好，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觉得基督的执事作为上帝奥秘式的管家，我想讲的就是哥林多前书4章这一段的执事，对，是保罗在
责备、劝诫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所讲的，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拿来引用在我们身上来比喻是这个。我算什么？我能把自己比成保罗是这样吗？所以后面这段话也不是我们可以拿来自我比照保罗的。何况这一段根本不是在讲代祷的。那我觉得就算不是讲代祷，我们每一个侍奉工作里面有这个责任嘛，有这个任务嘛。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正歌队也好，然后或者是什么样的敬拜团侍奉者也好了，只要是一个侍奉者，我们都是需要担起，能够作为勇士的呼召嘛。你有感觉讲，我若凊彩用一个人教会若凊彩用一个人来做长的执事敢会使的。伊若无呼召伊无感动都完全不照圣经的因为反正这个圣经是之前对保罗那个时候的人讲的嘛。对我们现在教会都不用，我们可以不用嘛。不受呼召去做执事的告诫。都这样，安怎混乱这造成问题但是你要爱知影，这个人是不是有被上帝呼召？是。这才是重点嘛。你一寡迄个，好啊，我即摆问是这样咯，是要安怎知影？这个执事是被上帝呼召要来做执事。我简单举个例子好了。我简单举一个，咱伫礼拜中间，咱有接受整个礼拜的这个听书无？有训练过，伊有感动的人，甚至伊有被呼召的人，甚至伊有被上帝拣选的人，伊所做出来事奉会安怎？就从会感动会顺利嘛。若无训练，若无咧操练的迄个品格说命，迄所做出来、所带出来变成啥？你看都看有啦。你会感觉讲这你讲迄话还怪怪，你会感觉讲迄拢袂，敢若袂出要甲人带去，毋知要甲人带去倒位毋是要甲人带去到上帝遐。所以其实我感觉敬拜团嘛是共款啦。你若今日咱甲敬拜的勇士的呼召嘛是会使所以我拢一直感觉每一个基督的执事，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是指长老或执事的身份，不是。我指的是说这个人的品格、生命。咱伫咧了解这个性在的时阵，咱来了解，咱咧做定，咱即摆咧做的是带导的勇士，咱来针对伊的品格，特别伫灵性的生命，爱去甲伊做教导。所以咱若话做是一个带导，咱即摆拢咧操练啦，操练要做一个带导勇士，我家己嘛是咧操练。虽然咱毋是讲咱嘛拢有因这个带导卡有无？带导卡有人咧做无？有人咧做无？唯一曾经就。什么人？志明呀，志明，我讲真的志明呀，伊做过一摆，伊有写写了，我牧师真正去写一份带导信伊就带导信，伊实际去甲运用我毋是咧讲有效无效的问题我要讲的是，我实际去把它操作完，因为以前我就是这样在做。但是他自己有没有感受到？有，而且他领受到他真实的领受到，包含他的孩子。真实的领受到这整个的过程都是上帝这样带领，所以我说带导他需要是一个勇士，他不是一个带导者而已他需要是一个勇士。什么是勇士？勇士的是要修正那个唔惊死什么叫勇士？不怕失败才叫做勇士。什么叫勇士？不怕被人家论断，不怕被人家指责，也不怕被人家看衰。那才叫做勇士所以我感觉，咱今仔日咱要看到这个执事的艺术，什么是执事？执事的艺术是叫做仆人我本来叫做仆人，他强调的是一种谦卑服侍的态度所以咱来知影带导勇士，他应要将自己的身份视为他是基督的仆人，他要怎么样完全的委身在他的旨意里面。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基督的仆人，为上帝奥秘事的管家。”第二，你讲所求于管家的，你是管家来，我跟你讲一下，我跟你讲，这边做，也做好的，他会不会把它管理好？会。做
人甲你讲你是我的管家，是我这片的管家，这管家人尽力去甲完成，哎呀，因为你我尽力去甲完成，终于把它完成以后，衷心把它完成以后，你才会得到奖赏。所以咱来知影基督的执事。第二个，这里讲到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个奥秘式是指的是什么？是上帝的救恩的计划了。我们实际上有很多神话里面的真理，所以其实代祷勇士呢，他需要忠心的管理这些真理。我牧师很期待，我真的很期待教会有一群大家能够好好在祷告的功课上。特别是代祷的功课，我感觉做这事你会当做搞活，但是你会要为人做，为人传祈祷。我感觉祈祷了，你的主会看到一个人的生命，豆豆啊，伫你的印出来内底，你传看圣经，嘛结果容易哦。我感觉讲为人祈祷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我说这几个见解，其实这一次我们在民巡弟兄我体会很深。我在陪伴的过程，牧师也很期待我们不要单纯的把很多新朋友都牧师你来带最好了。当然，牧师带有牧师的方法，但是牧师也很期待大家都可以去操练看看。其实，当你陪伴一个人，陪伴他，不管是听他分享他的生命见证、生命的故事、生命的经历，还有他的信仰的经历，你慢慢的引导他、教导他圣经的真理。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包含他的家人都在改变。这摆礼拜日的时阵，那个民巡兄因的大汉查囝，叫做旭林，旭林事实上，恁结束了，开始有做人拢找过去改，说欢迎你来安怎。当时因为一开始在礼拜当中，实际上无事嘛，边的一直来说安怎你来。其实我就在讲台上，我就觉得，我就默默的为他祷告，说主啊，不要让那个他的灵受到影响，而让他能够更加明白神你爱他的心意。礼拜三的时候，我他们讲清楚，他们分享，讲到因为过去有一个经历，有一个基督徒朋友，但是这个基督徒朋友呢，他跟他讲，他是支持，他是反对同婚的议题，然后就针对这个问题一直在跟这个旭林讲。那序里他的意思是站在人都有他人应该有的价值，但是为什么你们基督徒可以用这么狠毒的方式在陈述一个人的价值？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一直在放在心里面。当然我不晓得，我就告诉他说，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特别针对同婚的议题，我们有我们的主观的相对的想法，但是不代表每一个人都是。所以我也是告诉他，让他用更开阔的心去了解，慢慢的去了解。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我是觉得说，我们是需要求神给我们更多智慧，要怎么样去陪伴，然后帮助。实际上，礼拜天结束后，那个我们的弟兄他很开心，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到，他原本以为这是不可能的。用牧师那个，我可能我小女儿来就好了，我大女儿不会来。然后到最后，我也是跟他谈到，因为他大女儿很有关那个占卜、占星的问题，那我也简单跟他分享。在那过程，其实当然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谈论的啦。我也蛮期待，就是说，我们私底下跟今天执事针对圣经的部分，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了解怎么样去，有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透过圣经里面的真理，更多的去做教导，也是蛮不错的讨论啦。阿兰德登来加所以我们要记得，勇士他实际上在咧讲的，咱要做一个勇士咱真正爱开寡时间，爱熟悉圣经的真理啦。所以我们要更多了解，其实我们是做神的执事，做神的仆人，我们一定要忠于神的真理里面好，第二个我们的旁边的资料第二个，怎么是代祷勇士的首要品质？第二节里面特别谈到了要做什么，要怎么做？第二节，咱今日看第4章第20在讲什么？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20。对，是要有他有什么忠心代祷勇士，不管什么勇士啦，服侍者、敬拜勇士也好，
咱的首要品质就是忠心啦，好，爱忠心啦。好啊，忠心是啥？忠心是一个庸俗服侍神的人最重要的属灵特质。好，那代祷哈，因为它看起来是一个隐藏性的事工，有无？你有感觉无？为人代祷，咱爱关心一下，讲啊，好啦，我会为你祈祷，有无？但是敢真正你有咧为祈祷？你感觉？你敢若隐藏者，我就讲出来啊！我包括我家己嘛安尼，我时常会检讨我家己。我拄着一个同工，拄着一个会友，我会时常为你祈祷。但是实际上，我灵修的时候咧祈祷的时候，这样代志我袂记哩。我想啊，主啊，怜悯我袂记你讲这个兄弟、这姊妹拄着的问题，我得较侪为伊祈祷。所以会记哩，我们的祷告虽然是一个隐藏的事工，可能没有人不被人看见的。甚至也没有人会赞赏，但是我们所做的勇士要忠于自己的责任，咱爱记得，让他因为环境、人的欢迎来改变，好做对了。第三个，我们不被人的评价左右。好，第三节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所以你有发觉？有当时咱伫教会内底人来讲一个啥，通常拢会反应足大，有无？然后反应足大了，就安怎？就讲好啦，这项工课我无要去插啊，后摆我无要做啊啦，我妈妈嘛常常安尼啊。有当时我若甲伊讲的我是要甲伊讨论啦，看是毋是法做一下调整的。我的妈妈就会讲你讲的拢较对啦，我无要做啊啦。你会发现人在被论断的时候，在讨论的当中，就很容易怎么样？他就把它放得很大很大，不敢扣。但是咱来记得其实保罗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勇士这几个基督的执事仆人我们要被论断或被别人论断，被自己认识的人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们都要以为是什么极小的事，那东西人心来为。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习去聆听。就是要这样的功夫了。你没有这种功夫你不知道怎么聆听到别人的心声啊。人的心来话你若无这种心声你听不出来人在讲啥。所以保罗他指出无论他人如何评论他，他的眼光始终是专注于哪里？那你刚刚讲起来，自行看到位，看上帝啦。最后咱来知影最后的审判是什么人？是上帝啦。咱茫家己审判家己，家己判死刑啦。我感觉真侪人总爱甲家己判死刑啦，无救啊啦，无希望啊啦其实我拢袂安尼想啦。我很喜欢就是所以刚刚其实我们同工也跟牧师讲说牧师，这个你做牧者讲话的确，我们做牧者真的不要没有祷告，没有想，没有规划过就乱讲了，因为讲完以后有些时候收不回来，对不对？因为人家对你牧者有很大的期待会认为你讲的都很棒会有很多的信心但是当你讲出来的时候，没有去做到的时候，那当然就会怎么样？就会有极大的落差。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也时常在反省、认罪悔改。有些时候我讲的话，的确真的是让神想要完成的心意是会落空的，给人是一种落空的感觉。那这样反而是犯罪了。我觉得这样也不好。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买当帮助咱每一个同工、看牧师做伙同工的人，拢会当真正多有信心做伙来努力了好，第四节有讲到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的我乃是主。这里讲到什么？讲到一个自我审查与神的审判，什么关系？代祷勇士的谦卑啦。那怎样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真是骄傲，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大部分人讲，我也无啥物唔对啊，但是咱就是想看家己，敢若是对的。咱其实无咧换一个角度来想看卖，啥人要安尼甲咱讲？有当时人要安尼甲咱讲咱就加减听看卖，到底咱是毋是有倒一部分爱做一个调整？所以讲啥？保罗讲，但判断的我乃是主啊。所以保罗一提醒
我们的自我评价并不完全可靠。我跟几拜哦，我们自我的评价每一个人都有，但是不是最可靠。真正判断的是来自于神。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稍微判断，甚至你也可以判断谁的某一些状况都可以，但是不要认定说你的想呢，我干嘛别当你去看别了。所以我也觉得。代祷勇士应该要常常去检视自己的心态，保持一个谦卑、寻求神的光照，好，确保这个祷告的动机是纯正的。好，注意哦，谦卑的目的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祷告动机是纯正的。咱的祈祷的动机那是因为人，因为咱是唔对，咱就感觉安怎。其实上帝是要成就的代志，就是要祝福人，通过咱去祝福人。但是因为咱看到世间人的这问题甲互动，所以我开始伫遐咧怪东怪西，等等喏，被达成那个价值就失去了。所以我觉得自我审查有跟上帝的审判，我们要做一些区隔了解，我们要怎么样用一个谦卑的心。好，第五个，第五节，第四章的第五节讲什么？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底下的公气公，时候还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好，他要照着主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上帝他最后的审判的，他是知道人的内心。也会按照他的时间来显明一切。好，这句我感觉鼓励咱爱明白。这句伊咧讲的，就是讲上帝是最后的审判者，所以他知道人的内心啦。伊自然的按照伊的时间哦，不是按照这个人的时间哦，伊会按照上帝的时间来显明。好，所以我感觉讲，咱这个代祷的勇士哈。主要相信上帝主权，要记得哦，我们要为别人祷告，要知道这个主权在哪里，在上帝。然后不要急着看到祷告的果效。我过去拢会感觉讲，我自己牧者，人都期待我为祈祷，我为祈祷了，我都觉得祷告有没有果效啊？有效啊无？咱大部分拢嘛呢。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慢慢的学习到，真的要耐心等候。当你越有那颗耐心等候的心的时候，持续你就会继续持续为这个人祈祷，为了这项代志来祈祷，甚至你会更较有耐心来看待你所看到的。所以你有感觉无？这个过程，祷告的过程从一个人心里面，先做一个仆人的心，是一个被呼召的。然后到进入中心的，中心中心了个哪？你唔好被评价第三者，你的心爱坚固，就是唔通随便论断，唔通随便去评价。第四节讲到啥？讲到咱爱谦卑落来啦。真正的谦卑是安怎？真正的谦卑是你真正谦卑落来，你较袂去黑白评价这个代志。我感觉保罗伊咧写这经章拢有伊迄种生命特质所要进行的阶段。我感觉迄真有意思第五节伊就讲爱安怎爱听候啦，听候上帝时间。而且有当时你谦卑谦卑到最后，又看见有个人谦卑到最后，时间伊所拄着所看到的代志，谦卑无共会变的嘛加减的啊，嘛加减的，所以我估一个啦。我囡仔若是安尼做顺服安做谦卑顺服，爸爸妈妈讲的，该做的代志做了伊直期望也当看电视，也当拍电动即摆伊做了，伊做了时，表现做谦卑做顺服但是最后咧，伊拢袂等志啦，一直伊代志做了就一直安那咧催啊，讲爸爸可以看电视了吗？爸爸可以打电动了吗？我讲你是急啥？你敢袂当等一下吗？你无看到爸爸妈妈要搁咧无用吗？一个人有当时伊认为伊咧做，伊是做谦卑顺服咧做，
做了，但是伊实际上伊想要得到啥？伊要得到伊所期待的。所以我不觉得一个谦卑的人，他真正谦卑是要怎么样？他还要会等候哦，等候神的心意哦，他会顺服等候的哦。好，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代祷勇士哈，我们手边资料我们刚看完第1到5节哈，经文的解释跟释义哈，那这些都是牧师的感动啊，所跟大家分享。那代祷的勇士在灵命成熟跟品格端正的关键里面呢，我们教导我们几个功课哈。第一个，要以仆人的心态服侍。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2章42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有啊哈，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忠心服侍主的人，我们要知道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会按时分粮。好，按时分粮。所以咱家己交托给上帝主人为咱摆笔，对这行书。第二个，持守忠心的要专注于神啊。好，持守忠心，我们要专注于神。好，那我们不受他人的评价的当中，不受人影响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专注于完成上帝所托付我们的工作哈。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说：“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好，所以人忠心专心的上帝是在哪位？是在咱伫拄着困难的时阵，是不是会当坚固啦？好，简单讲一句，人忠心不是嘴讲的。人的忠心是在于你看一个人，伊拄着困难的时阵，伊会当个坚固无，而且不可动摇哦，而且他还尽力竭力的多做主工哦。好，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好，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都不是徒然的。好，所以我们要不要忠心专注在神？当然要啊。所以我们要多鼓励我们的同工、信徒、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信徒，当然我知道很多人的生活所面对的压力、跟痛苦、跟那一种疑惑，会有很多疑惑、疑虑。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多鼓励。我们如果真的要从神的话语，做一个基督的执事，做神奥秘的管家，我觉得我们要咱来勇敢去开拓上帝的话语，然后去鼓励信徒去看上帝的话语安怎讲。要安怎让咱的生活、家庭，会当去面对迄个困难好，第三，在祷告当中要保持纯正与谦卑。好，我觉得祷告当中我们要检视自己的动机哦。好，祷告里面当然我知道有很多我们的期待，但是那个纯正，我们要寻求上帝的光照啦。我的因出咱就咱知影咱的心内所需要。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跟神是站在跟他的旨意是一致的啦。好，不是叫咱自己的意思。所以诗篇139篇23节到24节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咱拢是咧行永远这个永生的道路，永远我的道路。但是咱来求主甲咱监察。不是要按照照咱的心思哦，咱要知影咱的心思足容易了解啦。但是咱得知影有真侪时阵不是上帝爱咱安尼做，所以要求主鉴察我们，试炼我们。注意你敢鉴察跟试炼特别圈，我们要让神真正知道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我们的意念是什么。当时你想要做好，但是你会偏偏去做歹，这拢是大部分拢是家己的心思意念，你会当家己决定。但是咱若是诚心安尼咧做，所以咱求上帝帮助。看咱内底有好好的，伊带咱正确的道路，伊的永远会当活落去的道路。其实永生的道路，其实你就把它想象成为
可以让你永远可以勇敢活下去的道路。好，很多时候我们走的道路都是害怕的，好，然后都是充满了疑惑的。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信主了，依靠神的人，我觉得我们走的每一条路都是要充满盼望的，充满喜乐的。就算有困难，我们也不用害怕。好，那第四个，我们要等待神的时间，我们要充满信心。好，等候嘛，对不对？所以祷告我们在为别人代祷的时候你要知道代祷的过程你没有办法马上，有些时候你没办法看到马上的结果，但是一个代祷的勇士他必须要坚信上帝是按照他的时间在成就的了。好，所以哈巴谷书第2章第3节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多时候神让我们经历的，可能是环境的险恶，好，可能是环境人给我们的打击，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很多时候神的应许总没有迟延的时候，好，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相信这件事实？我觉得在于我们好好的从读经、灵修、祷告，多认识神的心意，多明白神的心意。那我相信，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会更忠于服侍神。好，所以代祷勇士呢，我们今天谈论到几个重点，就是要谦卑、忠诚的，的品格的，作为我们的核心品格的这个重要的心态。那我们也要懂得耐心的等候，等待神的工作来成就。那我们不用去担心外界怎么评价我们。真正的代祷事工，或者是说真正的侍奉主的工作，是为上帝而行的。我们是对上帝负责。最后面，最终，神会按照他的时间怎么样？他会称许我是忠心的仆人。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次的学习，从神的话语里面更明白。代祷勇士，我们今天只谈论到一个重点。好，我们只谈论一个重点，就是很重要的灵命的成熟跟品格的端正。好，那我觉得这个灵命的成熟跟品格端正，也是我们很多教会里面的侍奉工作，我们都需要一起学习该有的心态。好，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买当这会提出来问您感觉讲代祷的勇士讲其他的侍奉的工课，有什么款的看见或期待，或者什么样子的领受都可以分享。这个礼拜聚会，你说小组嘛，是。是。我懂。是。是。其实我们还有一位姐妹刚手术完，这位姐妹有机会也可以多一点人只是跟她私下聊一聊，因为她也很希望能够学会更勇敢的祷告。对，她对祷告，她其实，因为我从她认识她以
是他带领很久，是，然后又到某一间教会的时候，也是很久。为什么不会祷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祷告的功课是需要做陪伴，就跟读经、领受神的话语，我觉得都是需要。那我觉得我们站在一个陪伴的角度了哈，来学习了哈。所以我是觉得，当然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说，我们来成立一个什么中保祷告团队，但至少我们慢慢的先让大家 focus 了解，其实我们基督徒很重要，除了读神的话语，祷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那这个能力要怎么样培养？好，因为有些人他是真的不会哦，他回去平时他从白天工作到晚上休息睡觉，他很想要祷告，可是他不知道怎么祷告。虽然圣经说圣灵会为我们祷告，可是我还是觉得哈，我们还是要学习帮助一些在灵里面、在心里面有害怕、不知道怎么跨出去的弟兄姐妹，勇敢的去做祷告的工作。好，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了。好，那有没有什么今天自己想要给我们一些补充的？那一句是罗马书哪一句话？ 8章嘛？哎，你说哦，对，你说那个圣灵，对不对？对的。来，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8章几节？29、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灵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在爱上帝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对。这句出来，我就对。顶礼拜民盲就是民盲这句，所以我就知影讲啊，其实圣经不是开玩笑的。他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这是不录下来哈。他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连保都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对。所以圣灵替我们代祷，所以我想看咱若祈祷的物件哦，尤其是在公众当中祷告的时候，将来那一天会不会在主面前，我们嘴巴的每一句话都要呈现出来？那我们所祷告的词跟我们心里所想的是否诚实？是不是在上帝跟众天使、众圣徒面前一同呈现出来？是不是这样子？那当我们这个祷告的时候，那时候就会清清楚楚的哈，就知道说，其实我们真的应该承认，我们真的是不会祷告哦。感谢圣灵替我们祷告，因为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呢？因为我们不是完全清楚神的旨意，但是圣灵清楚。对。所以圣灵会替我们代求，是按着神的旨意替我们代求。对。那像我们替弟兄姐妹代祷，我就说我不知道怎么替他代祷。为什么求伊身体好呢？还是求伊身体歹去去安尼？好，我不知道，懂吗？对。我们当然我们出于一颗热忱，出于一颗爱弟兄姐妹的心，我们身体这个有软弱的，我们希望赶快医治，赶快什么的。但是讲坦白的，那上帝的意思真是这样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要怎么祷告。那感谢神啊，他的圣灵会替我们代祷。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用太担心，若是心里真有圣灵居住，圣灵自动就是会代祷。这个功效比我们的代祷都还大，而且这里不止代祷，耶稣也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代求。所以我们真的从圣灵那里感动。我知道你在讲那个感动，但是我们就一直在讲那个圣灵感动，有时候人有点惰性，那个圣灵不要提到指望你，他就跟你提到。无啦，圣灵若甲咱感动，咱就知影要安怎祈祷；啊，无甲咱感动，咱真正唔知要安怎祈祷。啊，唔知要安怎祈祷是毋着甲上帝祷告讲。伊的意思哈，他说伊的意思是咧讲着讲，因为咱爱知影上帝心意，较来祈祷啦。啊，无咱的祈祷若是含咱所求的无共的话，安尼咱遐祈祷有一天当头对面的时阵，咱所祈祷的内容无成就，安怎的是？咱其实拢在做白工啊。咱祈祷的物件无成就是正常的。对。因为我们都照我们的意思去祈求上帝，但是上帝并不被我们的祈求所限制。我们都是把上帝看小的，看得不足的，用我们的方式去达成。其实上帝
之所以奇妙，就是他并不按这些方式去达成。所以有些时候我是觉得，甚至在这里，我们就是坦然无惧的去祷告，就诚实去祷告就好了。那至于结果怎么样，真的不是我们能够多说什么的。我卖祷告的，今天不然就是警醒祷告要祷告，对啊，对，当然是要祷告，只是说有些时候，因为你看我的弟兄姐妹，你即摆伊破病，我们替伊祈祷，就讲我即摆想，我是要祈祷讲上帝互伊紧好起来，上帝互伊卖好，伊无得上帝意思的，我嘛唔知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好，那其实真正的重点应该像牧师讲的，我们应该把他带去上帝面前，让他去面对上帝，让他知道上帝在这里面对他有什么旨意。对。有的真的是，他就需要好好在上帝面前认罪，上帝只能医治他。这种的，难道他不认罪的情况下，我就祈祷让他病好吗？那不行啊。上帝搞不好不是这个意思啊，上帝搞不好是在管教他，让他赶快归正啊。所以，就保文真的这里说的没有错，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而且我们要承认这一句，真的不晓得。但是相对的，就是说，这个不能够成为我们不祷告的理由。对哦，所以我们要鼓励信徒要学习。然后圣经也当说，应当一无挂虑啊，腓立比书4章嘛，好6到7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这个公告，祷告祈求和感谢，对，告诉神。但是你要像外邦人那样用许多的种类，对，没错。你们也不要像外邦人那样祈求。对，你们一切的需求，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上帝是知道你的需求的。问题是你要诚心的去上帝面前去面对这个事情。你在上帝面前诚实的面对的时候，上帝会让你知道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叫对吧？我就可以吗？对吧？所以有些时候，上帝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对我们好的，什么是真正对每个人好的。所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在这里面是这样。所以大家的情况，对我们祷告就是一定是要有感动，不要没有感动，然后铺陈了堆积了很多圣经里面的话语，其实那是无效无用的。在上帝那里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好，我们谢谢。其实我们在祷告的功课有很多，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领受跟看见。那但是回归到圣经里面我们也要学习去了解其实今天只是他有讲到那个重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回到起初圣经里面所讲，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其实咱要为人祈祷的过程的中间咱若无了解上帝的心意，你咧为伊祈祷那个祷告的动机跟纯正性就无介细节啊。简单讲就安尼啦。所以为什么讲咱爱求圣神来？咱伫祈祷中讲爱认罪悔改，爱求圣神来甲咱引导。所以这些时间我在批讲上帝啊，神啊，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一个正直的灵所以其实我们在祷告里面不单单是从圣经里面去探讨该不该祷告，或者是怎么样去祷告，不是。重点是圣经里头有很多生命的这个生命的特质啦咱帮助咱的信徒要安怎灵修祈祷的中间，咱就要互因知影，因的生命伫上帝面头前有看你会对这个人的人物的中间，你会看到这个人到底甲上帝关系是到偌济啊？迄其实看会出来啦。所以咱要为人祈祷的过程牧师的感受拢是感觉讲，我若要为着这人祈祷，我拢会小可了解这个人伊的有小可伊的什么款的歹习惯，有什么款习惯，你茫完全无了解，你若完全无熟悉这个人的时阵，伊甲你讲，请你为伊祈祷的时阵，你安怎为伊祈祷？真正就是若是拄着这种人，你安怎为伊祈祷？所以你要替人家祷告，有一些前提。第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交通他的情况，让我们真的了解很多。第二是，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去体会圣灵的感动，在这里我们有感动要怎么替他祷告，这两者都很重要，没有这两者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替他祷告。所以通常若是有迄个老人伊讲希望你为伊祈祷，伊无去过教会，伊想用走来时，你就爱先讲，我咪人是什么原因？无啥可能。大部分，
你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他才会跟你说你帮我这个祷告。所以，他不会就是给你作为的。但是伊通常有可能伊也个唔捌嘛，对不？有可能唔捌来催你的时阵，因为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但是他知道你可以去找上帝去祷告，请人家为你祝福祷告，至少伊唔是来要甲你讨钱嘛。所以我拢一直感觉有人伊若愿意来讲，你有伊祈祷的时阵，我们信他，怎能求他？对，所以我们要跟他讲你刚刚讲的那些事情，你相信吗？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吗？咱就要互伊了解，咱要为祈祷以前包含啥认罪悔改，咱人的生命的问题，咱拢会当先煞甘做堂课，未曾信他，怎能救他？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没有共差遣的，怎能传道呢？所以他这是一系列这样下来。所以如果说我们偏离了我来为你祷告，我来祈祷，其实那就是没有功效的。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咧祈祷，我会安怎为伊祈祷？我会讲主啊，这个人某物人伊唔捌你，但是你创造我的生命，因为你是创造的主宰，对吧？这可以说吧？但我还是交托给你，将这个人的生命交托给你。我是徛伫我的角度啊，因为伊唔捌嘛，上帝有可能不会他，你这无信，我想要来甲你救人，照你所讲的是这个角度。对，没错。但是我是神的仆人，我们可以带着主的爱去怎么样，去包容他。所以这期我感觉咱会使做到。你讲你叫一个人认真悔改，咱要去祈祷对不对？伊嘛爱认真悔改对。系啊，中道的啊。系啊，唔到你的面前讲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所以有啥物唔对，你讲来当面讲来互你听。安尼，你这样我当祈祷但是伊过去所做代志吼，也无一定全部会讲出来你听。所以是靠咱人安怎，你的功夫啊，你就是爱靠你的功夫啊。我讲我较早过去偷体啦，也是去。伊若甲你坦白甲你讲偷体，认罪悔改啊。去人欺负谁啦？伊嘛无可能从遐唔对讲来讲伊听咱。伊若真正甲你讲的，伊若甲你讲的。困难啦，你无信心，咱福音就是安尼有代志。袂当咧想。对，那是大的勇气哦。伊若愿意讲出来，迄嘛是有可能哦。因为伊现在走投无路啊，行无步啊，对无？所以你看做这人，我拢会思考讲这游民吼，他们是真的是有什么样子的难处？为什么要让自己走在这种？所以你们知影拜迄个什么人？迄个现在是啥？台湾赢得这个啥陈什么？那队长那个啥？陈杰胜。陈杰。那个陈，你知道吗？我。陈杰什么他说？陈队长哦，这陈杰宪他的妈妈就是曾经是一个游民，好，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的生命哈，我们不要小看，其实人在世上会有很多奇奇怪怪，或者是很多你感觉失败的过程，可是我都觉得我们有主的爱的人哦，真的要有更宽阔的包容的心了。我感觉安尼较是较好。我说你要叫人真的要改哦，你说过去算做唔对，你爱来讲我来讲哦，你当面甲上帝讲，伊无可能当面甲你讲，伊看到做我就看到一个。咱想一个好啊，也顶死是未过顶哦，边仔两个拢是罪人啊。好，若讲起来讲，咱做的代志可能搞不好拢无伊的邪恶啊，无伊的歹啊，对无？但是咱上主嘛是有救一个啊。对不？我感觉主要做互咱一个做好的一个模范的一个代表典范。就正人到底要死的迄个生命要死的过程，就算伊是一个罪人，冇可能会救。你讲起来，伊敢若顶死是未过顶的时阵，才听着主讲道呢。讲坦白是安尼呢，对不？伊嘛无伫耶稣活的时阵，伊好的时阵来听耶稣讲道呢，嘛无啊。所
所以我都认为，我觉得在这世上，我觉得有人犯的罪，有可能都比这些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都还要恐怖，甚至还要大，比我们都还要大。但是我都觉得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爱心，我们的耐心，这个我跟你好啊，可以啊，可以。跟毛长老讨论那一个最低标准，就是对，他都已经要死了，然后耶稣说今晚你就同我在乐园里啊。我一直在想这问题哦，我想说他也没有听过福音，对，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很真诚的、很纯真的，他说愿意相信主。对。啊，其实我在想很多，我在想为什么这个时机是可以的，所以我就想到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我若被举起，就吸引万人来归我。其实耶稣被钉在那上面的时候，就像那铜蛇的时候，其实正是信他一个最好的时候。可是问题，你看那时候正是大家跌倒的时候，门徒逃的逃，闪的闪，女人那些玛利亚哭的哭，闪的闪，每个都痛不欲生。可是偏偏那个强哥在那个时候他信，那是最好信的时刻，因为那个童子，凡是仰望那个童子信的人，就信进去了，就得救。就在他们在当时在旷野的时候，就这样。我是感觉，所以拍摄我这节补充，所以我讲对今天只是有讲到这个人在最后即便他要死的那过程，我终于可以体会到为什么临床洗礼啊，其实都是来不及的，都来不及。但是因为那个时刻太特殊了，对，是神说的，我若被举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那个时候太特殊、太神圣了，我觉得这种，伊讲迄门徒哦，讲这个耶稣放顶伫十字架顶，伊讲好，大家走就走吼。我咧想讲，这门徒心内想讲安尼讲哦，奇怪，耶稣你互人死人过我，你啥物病着我医？你既然你家己你放顶伫这个十字架顶，我，所以迄门徒对耶稣有真大质疑啊！伊讲，你敢毋是真厉害？你若厉害是，你啥会用顶头十字架顶？安尼无为，安尼我过去你所做毋着拢无事实，安尼无走他会使。我你人的软弱。我知人的软弱，但是伊门徒一定想讲，奇怪，你啥物代志你着往做？你今仔你做一个。我感觉人信心拢较冷静，人拢有信心软弱的时。我耶稣讲。来，目紧，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吼，咱先时间嘛差不多，做一个结束。主耶稣，阮感谢你，感谢你带领阮今日做伙学习，要安怎样做基督的执事奴仆，阮会当正做处理奥妙真理传播者，阮需要伫灵修祈祷，操练阮本身甲主你的生命关系，恳求上帝你正做阮的帮赞。互阮学习，常常甲阮的内底掠耶稣基督做阮生命救主，恳求上帝你为阮做一个清洁的心，互阮无论讨论伫研究的中间，当互阮会当行条主你的心意，为主你来做美好的见证。求上帝你嘛带领阮的教会，互阮常常信徒伫基督操练的顶面更加学习，忠心于上帝你所托付阮的圣工。阮家生活，甲阮本身管理家己生命的内底，阮拢需要好好智慧来认清阮生命安怎为主你来活。求上帝你帮助阮伫头前的道路，毋通我靠家己的聪明，乃是伫你所托付的圣工顶面，阮会当认定主你指导阮头前的道路，做阮脚上的灯，路上的光。愿上帝你继续引带阮，引带你的教会。祝福伫你的选民，同心伫你面前献阮的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